迄阵啊，敢若请咱办证的那个那么咧上下咧，阮来请你比较较熟悉啊，较知那么伫遐超发的时阵呢，真正那么呢来呼请了着这个王者，要来受吊的经验，真正让你那一种的感觉，有感觉，因为咱讲呢，能够较稳定，无感觉。那么超发就是讲，较属性这个比超发的人，伊若是出世啥物，伊当下超发的时阵，伊就来接受伊的生活。啊，无伊的灵要怎倒转去？伊的灵要怎来到困难受吊？那么你要超发无遮简单，除非你修行达到咧，你会当见功立业，互咱的点老师甲前辈才肯定讲安尼你做做到，才会当超发咧。啊，无我超发咧到底不但对超发者伊的帮忙较少，而且咧影响着咱世间的人，在外的人就对啦，功力不够，功力不够，换咱甲超发的人咱爱去互拄啥？未超发了，功力不够，有以为是超发的人做代志。所以讲要超发不遐简单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当然伫这个人才来讲，咱有去看到就是咱平常时度人来见到，咱会当去了解的。所以讲这三德普度，真好感谢你，当今历经天命经，咱一定要去肯定，咱一定要去肯定。要安怎会当把握遮认可的因缘？因为昨日听昨天昨日讲的，就是讲伊国外讲到咱台湾，会使讲伊的实力足济，因为伊去看到的，去碰到的，佮甚至咱以后算盘，好比讲咧超发他，伊嘛毋知去咧出一块片段，伫遐放出来互你看。通常是讲差不多就是来结缘，混混啊，拄好干若以后算盘咧超发这个好比讲的时阵呢，伊有实际去看到，伊大概规条经历的片段。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咱一定来去了解，会当得到了解这个显现在，这个心灵大法，然后拜在以三草普助，其实咱要得到，以佛法来讲，我会使讲是非常的无可能。那么呢，也就是伊普度，咱会当得到，得到了后，咱爱研究，为什么爱去较研究呢？因为过去是先得，先修后得，咱正是先得后修嘛。当然，咱先得因果书甲咱讲，咱来得，来求的这个道，也是咱可能去把握。过去是先修才得，一定是肯定，差别人文意教的。所以讲呢，伊会当承受了古书大地的家己指示了后呢，伊会当恍然大悟，就是点人文意教。所以讲依法一定当下嘛那么上传灵者，那么灵讲着灵者是指这个所在大家就知影是啥人，因为安怎讲，伊迄个这个格调，伊遐咧破查大拄这个人都无看到，那么呢，伊嘛是叫做慧灵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知影这个就是迄个这个格调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为虾米？这个随和呢，数百人来呢，欲夺依法，也就是因为六祖有捌字，佮伊是查夫佮因为讲人无人办因为佮有捌字嘛，所以人想这是五祖伊是头壳无问题，无太注重这个依法来传互一个较定的人，所以大家呢，伊无法容易接受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就是要甲伊倒转来了解一个依法，因为迄阵大家看，应该讲就是啥新秀嘛，敢是？新秀，但是新秀伊有法度，伫这个过程咱应该知影为什么新秀有法度去得到这个作物，因为变性，所以咱就会当去甲了解讲，会当得到适应大法，其实毋是介简单的代志。
相当一个教授是新陈代谢，伊无迄个意义嘛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大家会着咧锻炼了伫即个医科咧，就使讲数百人，一直咧用即个来做语言。那么其中有一个，即个科上，那么呢，伊的上名呢叫做陈慧明。伊过去，伊是四品的将军，伊性情比较粗糙，那么呢，愈较粗糙对，但是伊的体力强。因为做到四品将军来讲起来，会使讲伊的啥呢？伊的体型，应该嘛是真粗勇粗勇，那么呢，伊呢，来入伊参选，伊就呢，真在意，非常积极，来招取了这个，即个做的这个，这个所在呢。要会当家己绝对转来了解一个，所以讲呢，即个即个陈慧明，因为伊骹力较好，拄仔讲伊是四品将军，骹力较好，所以讲呢，伊走伫众人的头前，一直先咧对即个慧明那么呢，即个对甲逐组呢看到讲慧明已经足够伊，那么伊有可能嘛无退步的所在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，咱就将伊我家己放伫即个石路的顶端，而且呢，那么伊就安尼念伊就安尼讲，伊就安尼讲出于表示可能精明，即种的医法，传承的医法，敢是用得有法度去甲伊制定。会当去甲制定，所以讲呢，伊只有是安尼讲，伊就走去迄个，即个大石头的后壁，就是讲伊即个杂草的内底啦，那么按讲即片大石头的后壁，那么伊就比较的，即个慧明呢，伊到的时阵，伊就是安尼迄个头破铁的不子，一代全部对干，因为安尼讲拄好囥伫咧大石头的所在。所以讲呢，伊就要去甲伊客，但是呢，甲伊讲客多不多，客袂行，客袂简单就紧。伊想讲即声稳的安尼，毋知影讲即个医法，是一种，咱来甲想应该嘛是足重的物件，但是为啥伊囥伫遐，伊无法度让甲客简单，甲客简单，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。伊就有法度无法度变怎？只有呢，伊就来呼唤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伊来啦，我是为法来，所以讲起来呢，其实即个慧明呢，应该伊嘛会当去体会啦，应该就是以着即个医法呢，来作为传承的信物。也有新印大法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，咱大家咧进一步咧来甲伊了解那么呢，我就伊甲讲，但摩西来伊无啦，专凭心意有感悟，也来讲这新印大法，新印心。如果你的心，你的意境，智慧无够了定，就会境界。你又搁要安怎会当去了悟？那么呢，做出代志，伊所普应的这个心理办法，咱无法去甲伊体会，咱无法去甲体会。那么呢，你讲要用讲的，搁袂当讲出一个所以然。咱咧讲道看会着，道看袂着。所以讲咧，咱去度人的时候，讲来咱就道足好，道足好，你敢要摕偌看？变哪客啦？其实伫咱的面前拢是道，有人搁袂相信，敢是安尼？因为安尼讲咧，伫迄个清净经来讲，大道无明，生作天地，大道无情无明，而我大道无明，种种万物嘛。所有一切咱看会着、袂着的物件，拢
拢是道的心化，所以若无即个道的无咱看会着甲看袂着的物件，毋但看袂着，体会袂着，了着即种意境，所以咱讲咱拢爱看。那么无的物件有可能呢，你就甲伊破灭，但是伊的真实性，咱讲实相是无相，可是无看袂着的物件，但是真正的物件，即种的呢，就毋是简单的问题，我讲甲体会。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呢，但无说来一无转变心意用心意用功夫，那伫这所在，头拄我讲过。伫咱即个佛祖咧，那么咧世尊伊要传授了这个心，3000弟子的当中，只有甲咱倚石尊者，伊会当体会，伊破眼迷情，那么伫遐莲花迷情，莲花迷情，世尊也无能伫火一面前放动，莲花迷情，伊敢有特别做啥物动作？倚石尊者，敢有另外甲教？应该无嘛，敢有？无啦吼。那么咧，也就是讲，咱比一个咧，伫读册时阵，有读册较早较暗嘛咧。那么老师平平安尼咧教，为人体会较，为人体会较歹。那无法就是迄个体会较歹。所以我是咧读册咧，读册啦，迄是无法度，就去安尼人去报一段毕业证书咧。但是即个社会要多一张毕业证书，头先做比赛咧，所以讲多一张毕业证书咧，实际做迄个来在，所以讲咧，伫即所在，咱的意境，咱的意境无法度能交即个世尊伊的心境共款，伊无法度心念大话，伊袂袂，袂手业可能袂会，家己离离过世尊就讲要讲经说法，哪会敢若？手业无了就会到底是咧用啥问但是倚石尊者伊会当破眼迷情，当然这就是伊有去体会，所以咱世尊才甲印证无有正法当中。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呢，咱会当去甲体会，当然呢，就来是讲，咱有即种的意境呢，咱才有法度来去甲伊体会。那么呢，而且讲讲依为性体，依法，只为是一个性体处性名啦，伊毋是伊的实际，毋是你去得到依法，就是得到伊的实际啦。伊的实际是其实是心应大法，毋是依法。但是这个依法就是头拄仔讲过，就是讲，无做事为着咧处性，咧像讲五祖。得到四祖，伊的即个依法过来，因为你出去的时阵，咱讲五法就是第五代祖，要安怎看？就看着依法为主，所以讲咧，这就是要以即个来作为性体。那么为什么以着即个来做性体？因为迷信之先就是讲，人拢无法度相信。我若甲伊讲有啦，我就得到五祖的身法，得到四祖的身法。对啦，有人要信嘛，对吧？所以讲成传承，所以讲这是一个性体，这毋是真正修行学道。那么呢，以祖师大德传承真正的物件，所以讲呢，法以心应心，毋过呢，以法来讲嘅，心应大法，因为看袂着，你阁无法度来相信。你阁无法度相信，所以讲咧，唯有就是依着即个依法，依着即个依法。那么咧，即个性体，那因为咧，伫即个六祖得到即个五祖的即个依法了后，咱头拄仔看到，就是有数百人咧，要安怎咧约伊，要注重即个依法来夺倒转来，那么咧，要得到即个，要甲伊夺回了着即个依法。嘛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敢有可能？敢有可能？嘛有噶吼，比一个咧，因为家己起无明嘛，有可能我若无你，凡是你对我伤害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咧，毋知五祖大人做讲过，
只有这个身体的遗传只有传到你，子女有传，以后你就无去传这种，因为这种呢会伤害到你的生命，所以讲呢，你的生命有限死啦，所以讲呢，子女有传，到以后呢就无这个遗传的传承，就无遗传的传承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来讲医生用心医生用心。那么呢，这个自古无不遗传本体，当然呢，这是观点内底来讲啦那么呢，自古无不遗传本体，就是咧讲咱的根本自性，根本自性。所以讲呢，咱逐个人有一个自性，有的人第一讲看袂到的，唔相信，咱有一个灵魂，咱有一个神，咱有一个鬼，因为这看袂到，无人会相信。但是毋过即种的物件，伊阁是存在的。咱讲人死，灵性是过身尔。咱的魂性是过身尔，伊灵性是死啊。所以讲呢，为了伫即个灵性，要互伊当无有归因，那么呢，唯有就是你爱伫在世时阵，你有法度去体会会到，讲是有即个物件，有即个物件了后，你才有法度通认识。若无咧讲死就煞，所以咱来甲想，为虾米咧？有个人做恶做恶，因为伊不认为咱人咧做善有善，做恶有恶，伊无去相信了着因缘果报，伊无相信讲咱人佫有轮回生死，就讲人死就拢无去啊。所以讲伫即个当中咧，伊才会一层再层，一直会做物件。那么呢，你若有去了解，咱讲菩萨行因，凡夫行果，像咱有咧修学道，咱会当去了解了因缘果报的即个因缘，所以讲呢，嘛肯定咱每一个人有即个佛性，所以讲呢，咱拢会当守住着咱的本分，甚至要甲无好的慢慢咧甲收起，倒转来，这就是咱有修的有学道啊。所以伫这所在呢，咱一定要去关注。真正咧，咱做有迄个福报咧，所以讲咧，咱才会当讲，经常伫即个道场内底，会当有写小食饭法，就是讲，把握即个时间会当来，即个啥咧，来行功念佛，那当然咧，伫即个所在，嘛就是讲，要会当培养了咱的本性，所以讲咧，伫即个所在，讲着咱根本的自性，但是伫即个所在，不是分伊教我的。不立文字，不立文字。那么因为这个本体，咱来讲实相、无相、实相、无相，你是要来去用讲的，要凭着你的智慧，有法度去体会，亲像讲伫咱六祖拜五祖的时阵，五祖甲讲你是南蛮的人，就靠你做，你是一个坏人，你甲我法度做不大。但是六祖甲讲人以南北自性无分南北和尚心意甲了心不同，但是自性并无差别，而且伊敢有见性，而且应该伊有见性，伊就肯定啦。即种物件咱讲，敢袂当用讲的，用画、用笔的、用写，所以讲咧，讲言语道断，用讲的咧，愈讲会愈离。所以讲咧，如果你会当真正咧，会当承受了着伊本体，那唯有，就是讲是因理有教，伊才会当真正去体。事事必有本心，也就是讲非传一心，也就是咱所讲的，也就是讲无二法，无二法。那么咧，唯有这个是咱本性良心，也就是咱的佛性。是咱的佛性，所以讲呢，伫过去祖师大德呢，伊所秘密所传承的，那么为了着，那么伊的真实性，那唯有就是不立文字教化的法，所传的拢都是相像。所以咱今日得着民俗一致，要过去祖师大德所得的有办法，有啦，一样的，咱唔通甲否认毋通想讲这广告遮尔济这甲假的，
啊，这个广告是真诶假，真诶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你咧计得着倒啊无想，真有遮简单，话就是安尼哦。咱要去步人遐得倒回来，靠，遐简单就得着倒啦。啊，得着倒了，我们就会当超生了事。都是永远达不到，因然后见识一个福气。啊，普渡地所得的，叫过去单行教授所得的是应用。只是呢，咱初初得到道的时阵，咱无法度去家体会，所以讲呢，咱直接无法度家应用。啊，这拢是小事，只要内底当脚踏实地、真修实练，个个都可以成就，个个都可以成就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其实咱个讲咧，今日有道修道的人，本来就有那条人就会有主意。这是伫阴阳眼内底的人呢，伊所去看的，就是主意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好好啦，会当得言啦，爱好好啊修持，安尼呢，咱未来呢。